由聖母書院校友會主辦嘅 Mentorship Program， 過去12年就有差唔多250位師妹參加過。我當年嘅 Mentor Esther 咧就帶過我去睇大學啦，規劃未來，規劃成長唔係一個人嘅事，所以今日嘅我都會再次參加Mentorship Program， 去將呢份能量傳落去。Wiley 係我第一屆嘅 Mentee 啦，咁好開心咧，見到佢係嚟我哋公司實習嘅時候表現好好，同埋咧佢去完英國留學完咧，翻嚟都幫 Mentorship Program 嘅。我有機會去到師姐 Celinda 嘅公司實習，知道點用 Excel 去分析唔同年份嘅銷售差異，從中了解銷售表現嘅趨勢同變化。我有同 Mentee 舉行過 Career Talk， 而我最難忘嘅咧就係同一班有志於投身醫護界行業嘅師妹一齊翻去我自己讀書大學時候嘅 Medical Campus 度參觀啦。咁我亦都好開心見到佢哋順利畢業，入到自己心儀嘅科目。參加 Mentorship Program 令我獲益匪淺，例如曾經舉辦過升學模擬面試，將面試嘅問題及回答技巧整合成一份撮要，再讓 Mentee 親身感受面試嘅氣氛。咁我好開心可以將我自己個人成長嘅經歷咧分享俾師妹聽，咁亦都好開心咧係佢哋都分享翻佢哋嘅成長嘅故事俾我聽，令到我自己其實都有所學習啦。喺成個計劃入邊，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參觀 Mentor 嘅 Education Centre， 同埋可以喺入邊有實習嘅機會。咁喺中學嘅階段已經可以有呢個工作嘅機會咧，就令我更加確定自己嘅升學同埋就業意向。而令我最深刻印象嘅活動就係2024年嘅聖誕聚餐。嗰日我可以同師姐傾下夢想嘅職業，亦都可以聽到師姐喺工作上面遇到嘅新鮮事。我參加呢個 Mentorship Program 最深刻嘅地方咧，就係喺我大學揀科嘅時候，咁就可以收到好多即係 Mentor 嚟自 Mentor 嘅主要意見啦，咁令到我即係喺 JUPAS 揀科嘅時候都有個明確嘅目標咯。成為呢個計劃嘅 Mentor， 感到有一份承先啟後嘅使命，同師妹們嘅互動可以分享自己喺尋找人生路向嘅高低起跌。呢個計劃亦都舉辦好多活動，可以讓我哋一班 Mentor 同你哋一齊同心同行，一齊探索成長中嘅美。其實我兩個女都係聖母嘅畢業生，亦都有參加呢個計劃，當中都獲益良多。歡迎你哋嚟參加。